大家好，我係 Molly，記得幫我 subscribe、like 同 share，多謝你。估大家入嚟呢條片都因為試過減肥啦。你哋有冇試過？見到一件蛋糕好想食，但係個腦就話唔得啊，我減緊肥噶。點知最後都係忍唔住食咗落肚，跟住食完之後呢，又會好後悔，覺得哎呀，點解我意志力咁薄弱噶？又或者你試過跟足坊間嘅奇蹟減肥法，頭2個星期呢，真係輕咗幾公斤噶，開心到呢，周圍同人分享。點知之後就開始停滯不前啦，無論點挨餓點做運動，個磅都係落唔到啦，最後就唯有放棄啦。跟住點知體重唔單止彈翻轉頭，仲要創新高。如果你都係好資深嘅減肥達人，但係試勻所有方法呢，都好似唔係好成功咁呢。咁今日介紹呢本書呢，可能係你聽過最壞，但係又係最好嘅消息。壞消息係你冇錯啊，節食真係冇用噶，而且可能會令你越減越肥。而好消息就係呢一切都唔係你嘅錯，唔係你懶，唔係你為食，而係你嘅身體由頭到尾都喺度盡忠職守保護緊你，只不過係用咗一個舊時過晒時嘅程式啫。呢本書係由英國減肥外科權威安德魯詹金森醫師寫嘅《我們為何吃太多？全新的食慾科學與現代節食迷思》。佢做減重手術做咗超過15年，睇過超過3000個肥胖患者，聽盡所有減肥人士嘅血淚史。最後佢發現，傳統少吃多動嘅金科玉律，完全忽略咗人體最核心嘅秘密。我哋嘅大腦原來有一個體重設定點，即係一個體重恒溫器。冇錯啊，就好似你屋企嗰部冷氣機有個設定溫度一樣，你個腦都會有個設定體重。佢嘅任務呢，就係不惜一切代價，將你嘅體重盡量維持喺呢個點附近。呢個機制呢，喺遠古嘅時候係幫我哋啲祖先嚟度過饑荒，係救命噶。但係到咗現代呢，就變成咗我哋喺減肥路上嘅最大嘅豬隊友啦。點解呢？等我用全本書最精華嘅3部曲，同你拆解下呢一場身體鬥意志力嘅大戰啦。第一步，能量學。拆解你身體嘅自動體重管理系統。我哋成日以為呢，體重就係一條簡單嘅數式，食入去嘅卡路里減咗消耗嘅卡路里，就等於囤積嘅脂肪。好似你嘅銀行戶口入多過出，咁就自然有存款，即係所謂嘅脂肪啦。但作者話，我哋嘅身體根本唔係一個被動嘅儲錢罐，而係一個有智能動態平衡功能嘅有意識嘅銀行。佢會自己調節消耗率嚟對抗你嘅存入同埋提取嘅行為。舉個書中嘅經典例子，叫做費蒙特監獄實驗。科學家揾嚟咗一班囚犯，就要佢哋狂食嘢，目標就係要增重25%。最開頭呢，每日就餵佢哋食4000卡路里，體重係升嘅，但係好快呢，就算佢哋照食呢，體重竟然停滯唔息，點算？科學家於是瘋狂加碼，逼到部分囚犯要每日食1萬卡路里，即係等於大概4個大男人1日嘅所需，咁樣先可以勉強維持佢哋繼續增重。點解？因為佢哋嘅基礎代謝率瘋狂提升，身體感知到能量過剩，就自動將個燃燒爐開大，拼命咁燒掉多餘嘅熱量，阻止體重失控咁上升。呢個就係負回饋機制，身體會反抗任何試圖改變設定點嘅行為。你諗下，我哋呢放假嘅時候，多數都會好放肆咁樣食多幾餐，體重呢升2-3公斤都唔出奇噶。但係一去到返工返學，幾日正常返嘅飲食，好快又會瘦返噶。咁多餘嘅脂肪去咗邊？就係俾呢個機制燒走咗啦。調翻轉頭，當你節食，大腦就唔知你為咗着落條牛仔褲，只會判定大鑊啦，饑荒來襲，快啲嚟進入求生模式啦。於是佢就會做2件事：第一，調低個燃燒爐，大幅降低你嘅基礎代謝，等你慳啲能量；第二，啟動飢餓警報，瘋狂咁分泌呢個飢餓素，
等你好似餓鬼纏身，腦海入邊呢24小時都重播緊嗰啲薯片啊、披薩嘅畫面，同時減少飽足荷爾蒙嘅分泌，等你食極都唔飽。呢個時候你嘅對手已經唔係嗰件蛋糕啦，而係你腦入邊嗰粒好似豆咁大，但係權力極大嘅下士丘。你用意志力同佢鬥，佢掌握住晒你所有荷爾蒙同埋新陳代謝嘅開關，你話邊有得鬥啊？所以唔係你減唔到，而係你個身體根本唔俾你減。你喺度誓死捍衛佢認為應該有嘅體重。第二步，自胖因子。點解我哋嘅體重恆溫器會越較越高？好，關鍵問題嚟啦。既然身體咁叻自我調節，咁點解全世界嘅人，尤其係食西式飲食嘅人都會越嚟越肥？個設定點解會一路向上飄？作者話就好似奶農養牛咁樣，第一，你餵佢食穀物同埋植物油混合物，而唔係草；第二，你揀選最易肥嘅牛嚟繁殖，幾代之後呢，你就會得到一班超級易肥牛。人類都一樣噶，我哋嘅環境同飲食不斷向我哋個腦發出錯誤信號，令個腦誤判。呢個世界好危險啊，能量好唔穩定，我哋需要儲備更多脂肪先安全。於是呢，就將個體重設定點永久性咁調高啦。咁邊啲係最致命嘅錯誤信號？書中重點講咗3大元兇。元兇1， Omega 3同埋 Omega 6嘅比例大崩壞。呢兩個都係必須嘅脂肪酸，但係功能完全相反嘅。Omega 3嚟自深海魚、草飼動物，佢有抗炎、令細胞膜靈敏嘅作用。Omega 6嚟自粟米油、大豆油加工食品，佢會促進炎症，令細胞膜僵硬。喺遠古嘅時候呢，我哋嘅飲食中嘅比例大概係1:4左右啦。但係到現代嘅西式飲食呢，充滿咗用大量種子油烹調嘅加工食品，比例就變到好恐怖啦，變咗做1:20，甚至1:50。咁後果好嚴重，過多嘅 Omega 6會導致身體慢性發炎，令細胞對瘦素呢就係一種由脂肪分泌話俾大腦知我飽啦嘅荷爾蒙產生對抗，即係話你個腦收唔到你身體話夠脂肪啦呢個信號，於是呢就會繼續下令食啦，繼續儲啊。元兇2，血糖過山車同埋胰島素。你食一個 donut， 飲杯奶茶，血糖就會咻一聲咁升咗上去，好高啦。跟住身體就會派出大量嘅胰島素，呢隻脂肪倉庫管理員嚟降低你嘅血糖，並將多餘嘅糖分轉化做脂肪儲起嚟。跟住血糖急跌，你又會覺得冇力啊，好攰啊，好暈啊，跟住就會想食啲甜嘢啦。呢種一日玩幾次嘅血糖過山車，會令你日均胰島素水平長期偏高，而高嘅胰島素水平正係大腦判斷需要提高體重設定點嘅強力信號。元兇3，被污名化嘅脂肪同埋被忽略嘅糖分。書中揭露咗一個飲食史上最大嘅烏龍啊！幾十年前，科學家同政府錯誤將心臟病嘅元兇指向飽和脂肪，大力咁推崇低脂飲食，但脂肪拎走咗，食物就淡貓貓啦。點算？加糖咯。於是超級市場嘅貨架上充斥住低脂高糖嘅所謂健康食品。我哋避開咗牛油，但不知不覺食多咗成噸嘅糖同精製澱粉，直接觸發元兇2嘅血糖過山車。所以呢，法國人唔理嗰套噶，繼續食佢哋嘅牛油啊芝士，反而呢唔會有美國人咁肥。睇到呢度你明唔明？我哋越努力跟隨舊時嘅健康飲食建議，食低脂啊多穀物啊，越食大量嘅加工食品，就會越瘋狂咁樣向我哋個腦發出提高設定點嘅信號。咁我哋呢，由始至終都係行緊一條完全相反嘅路。好，今日我哋講到呢度先，因為今日呢本書都有啲長啦。不過聽到呢度係咪覺得有啲絕望？唔使擔心，嚟緊嗰集我就會講點樣可以拆解呢個難題噶啦。如果大家都有試過減肥成功或者失敗嘅例子，歡迎喺樓下留言
分享俾我哋聽。今日分享到呢度，拜拜。你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我係 Molly，下條片再見。